好，又嚟跟實成哥日日賺啦！今次咧有啲唔同咯，雙管齊下。點樣雙管齊下呢？就係拍馬會嘅投注記錄，再加埋直播啦。咁啊，睇交易種類，所有顯示種類所有。咁琴日呢，就出烏克蘭客隊讓球，咁就1.88倍啦。咁啊，又係繼續中咗啦。咁睇翻。嗱，出了記錄，烏克蘭讓球，烏克蘭讓球，咁啊連續贏咗幾場噶啦，繼續連勝，冇花冇假，全部都係出烏克蘭嘅。好，咁就繼續講啦，繼續連勝，又嚟拍片啦，咁同啲會員講咯。繼續連勝，又嚟拍片，雙管齊下，冇花冇假，直播記錄。直播呢，最重要嘅係咩呢？即時人哋 send 咩就睇到乜嘢，絕對冇得更改。人哋講乜嘢就影到乜嘢，冇花冇假。冇得造假嘅，因為咁樣直播控制唔到會員講咩嘛。你問下你自己，如果你冇跟住冇錢贏嘅話，你會唔會人哋話拍片，你都喺度讚成哥勁啊，成哥多謝成哥啊咁樣先？如果係冇錢贏嘅，晨早鬧到飛起啦。點解出邊嗰啲賣料人唔夠膽拍直播？因為佢哋成日輸咯，所以咪唔夠膽拍直播咯。唔信，試下叫佢拍一條直播，好似我咁拍條直播片俾你睇下，睇下會唔會好似我咁樣咁多會員賺咯？冇花冇假，嗱，窒緊機啦又，繼續連勝啊，加油啊，成哥勁啊，好嘢啊咁啊，冇花冇假。夠膽嘅咪試下叫其他賣料人睇下佢會唔會騷你拍條直播片俾你睇咯。問下你自己，如果贏唔到錢嘅話，幫唔到你贏錢嘅話，你會唔會幫我買出料嘅咁樣講嘢先？又話成哥勁啊，好嘢啊，咁啊咁多啊。好老實講，咁多個記錄冇得造假啦，唔係淨係單單一個啊嘛。冇花冇假，你睇到幾百個。即時聲嘅，一時間自己都冇可能做到咁多啦。直播記錄呢，最好處呢，就係冇得更改啊。掂啊咁啊，繼續贏啊！成哥好嘢啊，有成哥日日賺啊！成哥勁到冇得頂啊！要睇一個人賣料勁唔勁，最主要睇佢夠唔夠，有幾多錢，同埋佢夠唔夠膽拍直播片。不過呢，全香港呢都冇一個夠膽好似我咁拍直播片噶啦，係得我先可以咁樣拍到直播片嘅啫。點解？因為真係帶到會員贏錢，啲會員先會讚你嘅啫。贏唔到錢，鬧到你狗血淋頭，鬧到你飛起啦，啱唔啱先？冇花冇假，好，咁啊可以睇下飛。嗱，烏克蘭，烏克蘭，烏克蘭，咁啊女士都可以贏錢嘅。投資唔係屬於男士嘅專利嚟嘅，女士一樣可以贏錢。好，今日係咁多。